咱中南部的乡亲早起一透早有去互大雨拍精神无？因为方面加上西南风，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，伫个拜五进前，全台湾拢会落雨。一透早就有真侪所在开始落大雨。透早方面已经到基隆北汉花附近，加上南风所带来乱湿的空气，中南部地区、大台北地区拢会有感受。这波美雨方面，连总统蔡英文拢伫面册讲要注意，表示已经完成豪雨应变机制2级开设，做好各地防灾准备。气象的专家吴德英嘛讲，自云图看起来，这波方面有6000公里以上，是一条形成顶级的典型美雨方面，伊的范围拢已经出现剧烈的天气。第一名在屏东的春日有389毫米，第二名在台南都还算是南部地区，但第3、第4名就跑到了中部的彰化跟南投。只要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发展起来的时候，在某些特定的区域，它就相对下的比较大。不过因为方面所震动，落雨情形嘛会无同。拜二下晡2点进前，落雨会集中伫中南部，尤其是高屏地区。下晡开始到暗时，中南部落雨主要会探到东北部，还有大台北和东部沿海。暗时到明仔透早雨会较回，不过也是要注意有可能会向落雨。提醒大家，这波方面会影响到拜五。气象局嘛讲，刷落来3天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的平地上侪累积到500毫米，虽然期待会当完全解除空花，不过各地嘛要做好防灾的准备，才会当将伤害降到上低。